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下年活动，后礼拜就要举行。台北市政府头前的舞台即马等在打，早暗6点外，有一个36岁查甫工人，无细致对15公尺悬的烟架啊摔落来，送病院不幸过往。台北市的劳检处是要求大舞台这工课要先停工，上当也会罚30万。台北市户外跨年舞台咧观工当中，暗过主舞台工程煞伫昨暗时发生意外，这工人为差不多15公尺悬的架落落去，头部受伤真严重，送医医院救无倒来。台北市府表示，死亡原住民工人原本伫大舞台顶悬的莫大，暗过因为无确实用安全带，无细致发生落落去的重大意外事故。现场工人在施作的时候，其实他现场的安全帽、然后安全绳索还有安全网嘞，都是符合规定的。那这后续嘞，其实我们也是会持续的要求厂商加强相关的劳安作为。发生代志的现场有封锁线，劳检处马上派人去现场检查，佮要求现场紧急停工，改善了后才能够继续作业。人员虽然有系安全带，但是这个安全带是不是确实有扣上它的这个施工架上的安全装置？如果有违反治安法，我想我们这个发生重大职灾，我们还是会依法开罚最高30万。主舞台的部分，我们会下令部分停工。工程承包商负责人到派出所做完笔录了后，真紧离开。劳检处后续还佫确认工人的防护安全带是毋是确实有扣掉呢？相关应罚30万。特别开始的跨年活动是毋是受到意外影响，也正受大家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